世界70多位宗教领袖日前发起了一项针对中国在东突厥散打压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人权的公开声明。这项声明是由世界宗教人士共同发起，发起人中包含了英国、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的佛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和基督教的代表性宗教人物。公开信的作者指出了最近的报道，这些报道表明，当局为遏制维吾尔人口增长而进行强迫绝育运动。根据1948年灭绝种族罪公约，可将这一行动提高到种族灭绝程度。信仰领袖写道，中国当局的明确目标是消除维吾尔族的身份。声明指出，犹太人大屠杀之后，世界都在说别再发生了，但今天又发生了针对维吾尔族等伊斯兰教少数族裔的人权破坏，世界不得不在此声明，悲剧不能再重演。声明还指出，针对维吾尔人的人权破坏拷问着国际社会是否愿意捍卫每个人的人权。声明强调，就是要直接呼吁公正，对有关罪行进行调查，把相关负责人绳之以法，并重建人的尊严。这封信还表达了对藏传佛教徒、法轮功修炼者和中国基督徒的声援，称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对宗教和信仰自由的最严重打击。8月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其推特账号上表达了对维吾尔问题的关注，强调这是美中关系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蓬佩奥说，维吾尔人面临的悲剧是本世纪最大的侵犯人权事件，因此他们对负责东突厥散镇压行为的一些个人和机构实施了制裁，其主要目的是限制一系列暴行，例如中国政府强迫劳动和强迫堕胎。他说，同一天，加拿大国会议员加内特·吉纳斯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在加拿大国会的一次会议上有关维吾尔人的演讲。吉内斯在讲话中说，维吾尔人面临的悲剧是真正的屠杀，并说东突厥散发生的事件表明中国实施种族灭绝。他呼吁加拿大政府通过采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力的措施来履行其历史承诺。特朗普政府宣布对2个广受欢迎的中国社交媒体网络 TikTok 和微信实施全面限制。这2项行政命令于周四深夜发布，将在45天内生效。它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任何人或涉及任何受美国管辖的财产与微信或 TikTok 进行任何交易。在声明中，特朗普指责腾讯旗下的微信和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为中共提供渠道，获取美国人专有信息，掌握海外公民的情况，并为中共利益展开虚假信息宣传活动。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于台北时间星期天旅团抵达台湾，他是40年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美国政府官员。阿扎尔此行是为了在经济与公共卫生方面加强与台湾的合作，并支持台湾在抗击武汉疫情中所发挥的国际作用。访台期间，阿扎尔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与多位官员会面。作为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访台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阿扎尔此行表明美国特朗普政府寻求制衡对手中国的力量，加强对台湾的支持。中国则谴责阿扎尔的访台，并向美国提出抗议。贝鲁特大爆炸酿成数千死伤，怀疑是政府疏忽招祸，引发当地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在示威声浪下，新闻部部长阿布拉萨马德周日请辞，成为首名下台的内阁官员。他批评政府管制未能达到人民的期望。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区4日发生大爆炸，黎巴嫩卫生当局近日透过声明指出，爆炸已造成158人丧生，受伤人数估计高达6000人。阿布拉萨马德在辞职信中说，鉴于新近发生的大灾难及其对国家和人民的伤害，为回应公众希望变革的意愿，我从政府辞职。
同时，爆炸至今已经有5名议员请辞。